繼續來看新北邦橋文化二路的巷仔，有人看到這車路旁竟然是出現刀片，警方調監視器無發現可疑的人，懷疑是附近施工咧用的刀片，互風吹到落地的塗骹。不過這詳細原因閣要釐清。有人行喺路看到路的頂頭有刀片，而且唔那一片，至少看到5片。驚講車若經過，恁若礙到會破去，囡仔走走跳跳，若無細緻，可能會被插到傷。251一道趕緊報警。當時刀片排列整齊，卡在人行道與車道的縫隙之間，是不是有人刻意放置？也一度掀起討論。如果是不小心掉的話，也太過於不小心了吧？在那個縫裡面是什麼意思？對吧？對啊，這不符合邏輯，不符合常理吧？這邊是學區，這邊有學生很多，而且那邊有在上課。在上課是學生掉下，是人家掉的，不是上面掉下來。這邊都沒有施工。警方早起登到現場看，在新北市邦橋文化路二段的巷仔，自24暗10點50報案的人看到刀片開始，往回看要到6點鐘的影片，攏無看到有啥物可疑的人挑工區內藏物件。不過暗時8點半，敢若有物件對離子頂頭落來。這條早上比較多，去上班比較多，很危險啊，會砸傷啊，會刺傷啊。也沒聽說過有什麼事故啊，所以應該不用想那麼。把他事情想得這麼複雜，不小心放置然後掉落，然後產生的一個傷害結果是有過失傷害罪的刑責哦。那如果故意排放，那沒有造成人員傷亡，然後還是會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的相關規定要做適用。警方講，代志發生的邊仔一棟建築物，年前有重新做過，可能是施工的人石頭做好了後，刀片放佇頂頭袂記摕來，而且這個風太化為環流影響風甲頭，刀片可能互風吹落個塗骹，不過詳細原因警方也閣佇咧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